中嘉大學佇咧2021年無經過溝通，就甲專任教師一禮拜基本的上課時數增加4點鐘，固定的津貼嘛汰掉。在工會舊年就向台北市勞動局來提出勞資爭議仲裁，即馬判定要汰津貼，得要經過教師的同意，而且也要恢復本地上課時數。這工會是回應強調，大學自治無代表會當甲教師的權益改來改去。在中嘉大學讀碩中心教冊33年，林慧虹講，創辦人王永慶有教育的熱情，教師有經常性津貼。不過2021年校長唐明德上任了後，管理團隊以改革之名，將過去累具教師的措施變作一連串的剝削。學行教師的基本授課時數提高50%，大幅刪減原有的經常性獎金和津貼，甲校鄉教師的逐禮拜基本授課時間增加4點鐘，無甲教師講3度固定津貼，工作獎來分配偏向管理行政，系數招生把工作獎金無達到有期，全體老師連坐處罰拍9折。林慧虹講，真濟老師不滿發起陳情連署抗議，攏無結果。所以，家己高教工會因為調解無成，去年向北市勞動局提出勞資爭議仲裁，判定佇3月公布，要求學校把教學前的教師，應該說把所有的教師的時數都改回8、9、9、10，也就是原本的標準。學校愛恢復原本授課的時間規定。3度招生成效無好，加獎金9折規定，固定津貼的不利變更，愛得到教師的同意，保障固定薪水。工會強調，這是教師違法的坎站，唔通替大學自治做借口。大學自治並不代表大學可以無視教師的勞動權益，隨便更改。中嘉大學聲明，以大學自治定授課時間，提供好的工作獎金。另外，仲裁判斷個案，教師基本授課時間已經經過行政會議決議，以仲裁結果閣提交教務會議確認。其他相關仲裁結果接到仲裁判斷書了後，依法辦理。記者綜合報道。